大家好啊！又到咗波仔響 Hi-Fi Gallery 同大家講古仔嘅時間啦。咁今次嘅主角咧就係 Wilson Audio 嘅 Warp Puppy。而家大家眼見呢一對咧 Warp Puppy 咧，其實已經係第9代嘅產品嚟㗎啦，亦都係由掌門人 David Wilson 嘅仔 Daryl Wilson 全權掌握設計嘅 Warp Puppy。如果大家有留意之前嘅視頻咧，應該都會發現得到咧，其實而家第9代嘅 Warp Puppy 喺好多細節嘅地方咧都優化咗嘅，例如 CSC 高音、中音單元都係用咗相同嘅 Quadramatic Nickel 製品。聲箱製作嘅物料方面啦，咁 Warp 同埋 Puppy 咧都係用咗第3代嘅 X 物料。咁至於 Warp 嘅前進版咧就用咗 S 物料製作。Puppy 嘅頂部咧就用咗另外一種密度唔同嘅 V 物料作為一個偶合嘅頂板。接駁插座方面，而家嘅 Warp Puppy 咧就用咗 Wilson Audio 自家研發嘅 Binding Post， 可以同時間容納香蕉插同埋線插。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安裝中音同埋高音用嘅衰減電阻個位置，除咗有碳纖維同埋鋁合金做嘅防護罩保護住之外，亦都裝咗一個 Wilson Audio 50週年嘅紀念徽章，凸顯呢個版本嘅珍貴地方。咁至於釘腳方面，除咗原裝大家見到呢一套釘腳之外，仲有一套咧叫做 Acoustic Dialogue 嘅升級釘腳，係可以加配落 Warp Puppy System 入邊嘅。Acoustic Dialogue 主要包含4個組件，主體部分分別用咗 Wilson Audio 專利嘅 V 物料同埋不鏽鋼組合而成。而家咧下邊上緊螺絲角咧就係一個釘腳加呢個不鏽鋼嘅絲帽，咁上邊另外就有一支不鏽鋼嘅絲衫係用嚟上喺個 Puppy 嘅底部嘅。Acoustic Dialogue 唔淨止可以提升 Wilson Audio 揚聲器嘅表現，仲可以配合其他坐地揚聲器，將整體音效提升到另一個意想不到嘅層面。今次 Hi-Fi Gallery 嘅介紹咧就暫告一段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頻道，多謝支持，下次見。